各位新粉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，我係新仔，每日為你爆響口，睇通透。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，多謝各位。大家好，我係新仔，今日繼續同大家跟進呢單震撼香港財經界嘅潛在世紀收購。金融時報爆料，怡和想併購百佳計劃，好多觀眾都話好想知多啲背後嘅歷史恩怨同國際案例。今日新仔就同大家深入分析兩個重點。第一，李嘉誠同怡和呢30幾年嚟，點樣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，走出兩條完全相反嘅路？佢哋台面計數，到底邊個賺邊個蝕？第二，國際上有冇類似嘅大型超市或者零售合併成功案例？泰國碧斯又係咪一個好例子？最後仲會同大家一齊諗下，呢單交易如果真係成事，對香港消費者嚟講到底係好定壞？先講翻背景，怡和呢間老牌英資洋行，早喺1832年已經喺廣州創立，之後落戶香港，係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有影響力嘅英資財團。香港人都好中意叫怡和嘅英文名 Jardine， 但係喺上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，Jardine 對香港前景投下不信任票。1984年將總公司遷冊至百慕達，到咗1994年更加正式取消喺香港嘅上市地位，全面撤離港股舞台。呢個決定當時被外界形容為政治不聰明，但30年過去，佢哋雖然退出港股，但業務照舊深入港人衣食住行、惠康、萬寧、71、美心，全部係怡和系旗下，足以同李氏力場抗衡。但係怡和近年嘅策略似乎出現咗重大轉向。根據香港經濟日報報道，怡和係喺2025年內兩次大手沽出香港物業，先係以63億向港交所賣出9層中環交易廣場樓面，再以72億向阿里巴巴、螞蟻集團沽出13層銅鑼灣興建中嘅港島1號中心，合計套現超過135億。與此同時，怡和宣布私有化文華東方酒店，零售部門 DFI 喺香港裁員，呢一連串大動作明顯係喺度收縮香港業務。除咗撤資香港，怡和喺中國內地嘅投資都蝕到一頸血。根據香港01嘅專題報道，怡和早年曾經大手投資內地市場，2014年斥資約56億入股中國汽車經銷商中升集團。同年牛奶國際即 DFI 前身斥資9.25億美元，約56.9億人民幣入股中國超市連鎖店永輝超市19.99%股權。但係10年之後，因為內地經濟低迷同行業競爭激烈，怡和最終於2025年退出永輝超市，蝕本離場。牛奶國際同時亦退出咗 Robinsons Retail 同新加坡食品業務，呢啲都係佢哋斷捨離策略嘅一部分。不過大家唔好以為怡和撤資就等於生意唔掂。事實上，怡和控股喺2025年嘅業績相當亮眼。根據公司2026年3月公布嘅全年業績，基本淨利潤達16.8億美元，較2024年增長11%，超出指引2.6%，基本每股收益5.72美元，按年增長9%，每股股息增長4%至2.35美元。母公司自由現金流達9.33億美元，較上年增長7%。怡和控股實現5年期股東總回報年化8.8%，超越其內部目標回報率。呢個數字喺環球經濟波動嘅大環境下，絕對算係有交代。咁李嘉誠嘅長和系又點呢？同怡和收縮中港業務形成強烈對比嘅係，長和系雖然近年喺中港業務賣走咗唔少嘢，但仍然有唔少資產喺中港兩地。2025年全年，長和集團錄得收益總額5072.97億港元，同比增長6%。雖然情報盈利較2024年下降33%至113.36億港元，但主要原因係英國電信業務合併所產生嘅一次性非現金虧損109.22億港元。撇除呢個影響，基本盈利為222.58億港元，呈現正增長7%，顯示核心業務營運表現良好。其中港口業務表現最為突出，長和港口及相關服務業務收益達488.95億港元，同比增長8%，EBITDA 為174.39億港元，同樣增長8%。全年處理咗9010萬個標準貨櫃，吞吐量同比增長3%，增長主要來自鹽田及上海港口嘅強勁表現。中國內地及其他香港港口吞吐量增長6%，帶動收益及 EBITDA 分別增長8%及6%。長實集團方面，2025年收入錄得579.35億港元，同比增長27.2%，
雖然盈利受投資物業重估影響下跌，但核心業務利潤實際係增長嘅。從呢兩個集團嘅財務表現嚟睇，怡和喺中港撤資唔代表佢唔賺錢，事實上佢哋喺2025年嘅業績相當紮實。而長和係雖然仍然有唔少中港業務資產，但都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同監管壓力，兩條路各有各賺，亦各有各煩。正如香港01嘅專題分析所講，怡和當日嘅退出造就咗英資退華之上，甚至間接促成李嘉誠成為首富。如今怡和同成哥對中港市場嘅策略佈局，仿佛形成咗鏡子兩面，背後思路啟人深思。講完歷史同財務，我哋要睇翻零售業併購呢個核心話題。百佳同惠康呢對鬥足幾十年嘅宿敵，如果真係合併，會唔會成功呢？我哋不妨睇國際上幾個大型零售併購嘅案例。先講泰國碧斯，碧斯係泰國第2大超市營運商，規模僅次於 Tesco Lotus。佢嘅發展史本身就係一個經典嘅併購故事。2010年，碧斯收購咗泰國家樂福，迅速佔領泰國市場。2012年喺泰國證券交易所上市。到咗2016年，泰國華裔富豪蘇煜明創辦嘅 TCC 集團以34億美元從法國公司手中收購碧斯58.6%股權。2017年，碧斯從泰國證券交易所退市。退市之後，碧斯並冇停止擴張步伐，反而積極開拓海外市場。2023年8月，碧斯以唔多於6700萬港元收購咗喺香港擁有24間門店嘅阿布泰國生活百貨，正式進軍香港市場。當時有傳碧斯計劃喺香港同曼谷作雙重上市，目標喺3年內將香港分店數目增至99間。呢個案例說明咗一個道理：零售併購唔一定要長期維持上市地位，收購、整合、退市再上市係一個完整嘅資本操作循環。另一個經典案例係正大集團收購 Tesco Lotus。2020年，泰國正大集團以106億美元向英國 Tesco 收購其泰國業務，包括超過2000間 Lotus 門店。由於正大集團已經擁有泰國71嘅經營權同萬客隆現購自運倉儲超市，呢單交易一度引發反壟斷關注，需要獲得泰國貿易競爭委員會辦公室批准先可以完成。最終交易成功完成 ，Lotus 重新品牌化，成為正大集團零售版圖嘅重要一環。呢個案例話俾我哋知，超市合併最大嘅障礙往往唔係錢，而係監管機構會唔會認為合後構成壟斷。不過零售併購唔係次次都成功。2025年7月，加拿大便利店巨頭 Alimentation Couche-Tard 宣布撤回對日本71母公司 Seven I Holdings 嘅近470億美元收購提案。呢單如果成功，將會成為2025年全球最大嘅併購案，但最終因為日方缺乏建設性回應而告吹。ACT 喺公開信中指責佢哋多次尋求與日本71創始家族伊藤家進行友好對話，但對方嚴格按程序進行嘅會議中拒絕討論有關行業動態嘅基本問題，會議甚至未達預定時間嘅一半。呢個案例揭示咗零售併購嘅另一個難關：文化衝突同家族企業嘅保守心態，有時比監管障礙更加難搞。返嚟香港，如果怡和真係成功收購百佳並同惠康合併，會發生咩事？我哋可以用碧斯嘅模式嚟推測一下。第一階段，合併後嘅超市巨頭會整合供應鏈，削減重複嘅行政開支，達到規模效應。第二階段，新實體可能會進行品牌重整，將部分百佳門店轉為惠康，或者保留雙品牌但共享後勤。第三階段，如果合併後營運效益提升，唔排除新公司會考慮分拆上市，好似碧斯咁喺資本市場再融資。當然，呢一切都要視乎競爭事務委員會會唔會開綠燈。根據市場數據，百佳市佔率大約37.4%，惠康大約31.4%，兩間加埋接近70%。呢個壟斷程度，監管機構必然會嚴肅審視，要求剝離部分門店先有可能過關。今集講到呢度，新仔有幾個問題想同大家一齊諗下。第一，你覺得怡同成功收購百佳嘅機會大唔大？最大嘅障礙係資金、監管定係政治因素？第二，如果百佳同惠康真係合併，你覺得對香港消費者嚟講係好事定壞事？貨品會唔會平啲，定係選擇會少咗？第三，泰國碧斯收購阿布泰之後，計劃喺香港同曼谷雙重上市，你覺得呢個模式會唔會係百佳合併後嘅下一步？第四，
李嘉誠同義和呢30幾年走出兩條完全相反嘅路，你覺得邊個嘅策略更加明智呢？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同我哋一齊討論，我哋下集再傾，拜拜。好啦，單料就講到呢度。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，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同埋分享出去，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。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。